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Teacher Rocky。喺示範之前，我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平時常用嘅水彩紙，係英國製嘅 Sanders Waterford，係300g 嘅粗紋水彩紙。我中意佢呢，用大量嘅水去潑染呢，張紙都係保持平嘅。一沓水彩紙有20張，佢哋四邊呢都封咗蠟嘅。咁樣可以保持水彩紙嘅新鮮，唔會因為水彩紙散漿咁樣暴露喺空氣裏邊咧，受到潮濕而 damage 咗水彩紙嘅質素。做創作或者畫畫嘅時候，都唔係一剔過就做到一張滿意嘅作品。有陣時第一次做得唔滿意嘅時候，反轉水彩紙嘅另外一面，質素都係一樣嘅。大家有時候會好緊張，如果用一啲好高質素嘅水彩紙，萬一失敗嘅時候，可能會浪費或者有啲心痛。既然佢兩面都可以用到嘅時候，調翻轉嚟諗，唔好因為水彩紙嘅質素而影響咗我哋創作嘅效果。同大部分畫人同埋動物都係一樣，我比較喜歡由眼睛開始畫起。咁呢一集呢，我係用咗之前我都有提過嘅潑染啦、灑水啊，唔同嘅方法。今日我主要介紹呢個水彩紙俾大家，等大家可以喺潑染啊、喺創作上面呢更加多嘅空間去發揮。有時候畫畫嘅過程當中，睇到水彩暈染開去嘅時候，的確係有少少減壓嘅作用。當精神喺專注畫畫嘅時候，但係又冇一種好特定嘅規限，可以多啲嘅同畫面互動，又欣賞佢暈染開去嘅自然效果。的確係可以喺畫緊畫嘅當中，向現實世界有一種嘅抽離感，可以係一種減壓，釋放一下自己。大家鍾意我嘅分享，可以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多謝。